什么款的滋味才是正港的台中味？第二市场有什么吸引力，让全台湾的人客拢烧钱来这乌堡？日本时代传落来的小板桃，到底有什么魅力？连外国来的观光客嘛为伊痴迷。安岛白云巨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再这样吃下去，传承100年的老手艺，暗藏了什么撇步，让台中人为透早食到宵夜？一个少年总破塞，如果安怎用台湾在地的食材，煮到世界的舞台？我除了困以外，其他拢是咧想食的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